嬷总是甲我母讲伊唔对啊。当然嘛是真实的，连我吼都不敢相信呢。是啊，我看到哦，嘛感觉足感动的。哟，阿嬷身体有较好无？当然嘛有，哎，即久吼，外壁死看医生食药啊咧，一切哦拢嘛家己来。医生讲吼，若照安尼落去哦，差不多半年时间就好甲差不多啊。爱遐尼久哦？对啊，阿嬷，即摆已经足有耐心的啊咧，无论一档还是半档哦，对伊来讲应该无啥物问题啦。啊你咧，一档半档你敢有耐心？我补习考大学啊，你若是有艰辛吼，阿兄就出钱，互你去补习。嘿，袂使你啦，咱阿爸有交代过吼，叫阮两个拢袂当摕你的钱呢。啊，毋过我爸无讲阿兄袂当摕钱去互补习班的头家啊。阿兄，你帮我拿钱，我来补习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明年就看你的表现啦。你安尼哦，是摕钱要头一步，莫抗议。你免抗拒啦，你若是好我去做头路，阿兄嘛甲你斗骹手。有闲，你去换一个较固定的工课，还是讲家己做生意，莫去卖杂碎，好无？阿兄是sales啦，什么卖杂碎？那这你放心啦，恁小弟仔咧趁钱哦，比你较紧，搁较多啦。歹势，即久哦，阮准备要来去做生意啊。啊你哦，慢慢等后个月领月风放假，较一摆转来。再见。阿兄，小妹仔趁钱哦，有够含慢呐，需要你的支持呢。啊哈，咱现在徛在这讲心啊。哦，哦，你咧看月亮哦？嗯，你有心事对无？无啦。啊哈，你有啥物心事嘛，讲来听呢？我是咧想，今日就10啊，月娘看起来哪会无讲足圆吼？人甲月娘足共款的，表面上看起来敢足圆满的，啊，毋过总感觉安尼欠一项啥物。你要欠一间店啦，啊，等咱三个囡仔拢大汉啊哩，拢用咧拍算伫的。啊！你嘛用咧放心啊开店，店若开落去，你的月娘就圆啦。我要当卡送。啊，卡送身体好好伫的，啊，伊即马嘛有搁甲你盼声哨啊。啊，毋过伊逐工拢爱做运动啊。我要等伊身体完全好的时阵吼，才来专心踮咧代志。这是为啥物啊？讲要开店。迄是为了要完成阮阿爸的心愿，啊，毋过照顾卡桑，迄是我的责任嘛。以早卡桑咧发性地的时阵，咱会感觉讲伊老大人哪会足啰嗦，对咱来讲是一种拖累。啊，毋过即马吼，伊对咱会当体谅，我感觉拢咱应该搁较有责任来照顾伊啊。也毋过开店对你来讲嘛真重要。甲卡桑比起来，迄哪有算啥物啦？这20年来，卡桑伊根本无甲当作少家的人。迄是最近哦，伊身体安尼，阮大家新妇的感情才较好。我应该好好珍惜这个机会，好好甲卡桑来培养感情。不一定，这就是月娘无闲的所在啦。唉，啊，若要卡桑身体好，无1年嘛要半年。我若是无嫁到遐，代志会搁较圆满。啊，你安尼行行的是有较轻松无啦？
这，慢慢点。啊，是阮囝拖要出来着啦。啊，唔知，哎呀，哦，这好，我物件款款的送你来填。哦，较紧的。喂，太全啦。哈？好，你免紧张啦吼，我连咪过来吼。好。太全是安怎？我外机咧请啦。即摆在病院，就10个人较唔办吼，一个人带16串。紧做，我先来去来看卖咧吼。一个太全在做啦。你讲过啊，你就到高边呢。太全，外机是安怎？伫内底啊，讲什么囡仔倒大莲花啦，头里顶啊，骹里下啊，唔知生会出来袂啊？无叫医生用甲手术咧，用甲剖出来，用剖的啊。有啦，即马就等于手术啦。哎呀，好叔啊，即马喏，你若生出来，生出来啊！也毋过3分4过伤济，拢惊病院的费无够。啊，紧去找费啊！哈，我会甲伊共款，A、B 型的，是毋是会当关费互伊？那你这要去问医生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无啊，太全啦，太全啦！外机啊是安怎想？哇，太全啦！你无听人讲生死是天注定，你就看较开的啦。靠腰啦！摇头意思是讲无要紧啦。无要紧，你是无咯？你的意思是讲我哪下安怎想？恁某搁较无要紧，迄抽过尔啦。哦，两个拢无要紧，当你是咧哭迄大呀？落因母仔囝拢平安，我欢喜一个挡袂牢，就那哭出来啦。莫怪你哭啊一块那碗糕咧。讲实在的呢，你安尼吼，头夹到迄个面吼，我惊一个心肝皮肤菜，你知无？我都50啊，才做老爸安尼，靠一个顶两滴目屎煞袂用的，我了解啰嗦呢你。好啦，莫伫遐练笑话啦。我拿下咧。甲阮某摕来缀你摕啦。多谢你啊，多谢你救我性命。外机啊，莫安尼讲啦。
哈，英俊来来，马姐啊，我伫厝的吼，等无你电话，新歌话要烦恼时，你知无？大家紧张，哪会记得打电话互你啦？对吼。啊，杜少，太传，你那是咧创啥啦？你的温情，我这世人拢会记啊。太传啊，你莫靠我拜托一下。啊，阮阿孝倒咧好势好势，啊，你跪者煞伊害伊爬起来呢。起来。哦，起来讲。无啦，我的意思就是要害你爬起来。无紧啊，人我是要看话剧啊，爱跪你做你去跪啊。我即马足认真的，恁叫你讲生笑啊。太准啦！啊，你是来382路过呢？啊，平常时看你有讲有笑，爱讲笑的人，啊，今仔日讲啊话啊，正经啊，啊。讲生笑嘛爱看时阵啊咧。啊，我即马是规心肝的感谢啊，毋知要安怎甲阿霞讲啊。啊，无法度吼，再用咱查甫人即步黄金如土的风声吼，大家说多谢啦。啊，是讲借问，什么叫黄金路？哦，你有够怂的你，国语你毋捌听着？男儿膝下有黄金啊，意思是讲咱查甫人骹头下啊吼，背处敢若有黄金的啦，袂使乌白共开啦。我这世人敢若甲恁丈人，就是阮师规家尔咧。那我凊彩共开的啦。真正非常的感谢啦！我本来想讲我真有度量啦，结果一个甲你扣分，就扣分20年。到即马来才知影讲，其实你比我搁较有度量，你竟然肯抽回来救阮活机啊！谢谢。莫安尼讲啦，10几年前，因为我无说你造成的遗憾。我一直拢藏伫咧心肝内，一直咧想讲，看有啥物机会来弥补哦。我看外记阁有新的时阵，你遐尼紧张的情形，我愈感觉讲我足对不住你。大概是天公伯予我机会啦，予我这个机会，甲外记斗骹手，莫讲是废啦。就算讲是爱我的性命，我嘛愿意啊。你千万都唔通哦，那呢我就恶去甲缘投去算啊，所以陪伊一个某看。好啦，啊过去啊有冤冤吼，莫搁再提起啊。即摆是咱大家应该欢喜的时阵嘛，吼，吼。对啦，太太。哎呦，水某呀，有何贵干？咱囝呢哈，阮的生一个囝哦，敢若8、9元皮呢，即马够平安。有啦，伊即摆落去运动场，才人咧拍篮球哩。无啦，伊甲规群小朋友倒咧困啦，啊啦，去休困啦。啊，像你也像我，拢有啊，算伊好运啦，面型我足缘投的，啊体格成立，肥软健康爸爸。啊，你毋是讲过，你讲我无生囝，你无开店，啊，即摆我已经做老爸啊，啊，恁店当时要开啊？有啦，即阵仔阮卡上身体就较好啊，我才甲英俊伫咧田上要开店的代志。我来就好，卡上洗面呢，放心啦，来，烧的，赞吧，快去吃啊！小款会用的无？会，袂歹。人客官，唔知影有啥物吩咐无？免啦，无够，再甲你叫啦。好。好啊啦，你阁应该敢若真实的共款。阿妈就问看哪真诶咧咩？阿妈，啊你真是要走倒？是啊，
恁老爸走道走10多年，都学老讲阿嬷芳了袂歹。你有啥物意见？毋是啦，我是讲，你若无当厝休困，好好享受一下。戆孙嘞，哈，这身体搁较好，嘛有毛病。阿嬷安尼出来走道加减运动，嘛较有营养。嘿，啊，而且这月季啊吼，嘛爱倒厝的顾囡仔咧。啊，我来咧店的吼，啊加减啊斗3工，嘿，做事飞的啦，有味的啦。哎，咱少贵吼，嘿，欠人花啦，无你花少贵就好啦。哎，无喏，啊，我这世人爱钱爱啊，敢若性命，互钱烦到要死啊咧。我看吼，我是做走道的较好啦吼。啊，咱毋知要食饭未？好啊，我来底饭。啊，稍等下，你无闲规工，只小者咧，啊无饲遐大阵囡仔要创啥？食饭哦！我拜拜。哎呦，大囡仔还搁坐吃。来，卡上，来，咱第四只。哎，无咯，哈，你来甲卡上坐。你来坐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看啥？什么代志哦？啊，你这餐厅干那装潢安尼哦，安尼敢袂新潮啥？对啊，清气，看起来嘛足舒适啊。而且咱这店面有势吼，若是开伤侪钱咧装潢的，嘛无彩啊。啊无喏，啊你即摆名声是出名到外省去呢，啊咱这间餐厅毋着甲装潢较水咧。妈，咱人客是来食手路，啊，毋是来食装潢的。装较水是要创啥？嘿，啊，但你囡仔人是捌一个啥？人伫咧讲3分人是7分钟啊！啊，咱这间店若甲装潢较水咧，我伫遮做走道嘛较有面子。我就知啦，又搁要来办仙啊！无你咧讲啥？啥物叫做办仙啊？妈，我是讲吼，店的工课才无用啦。啊，你若找无较教手的工课吼，无你去全场边放送头遐放送啊！讲我若母要开店啊，请大家过来捧场啦。啊你，哦哟，啊你讲即句话，毋着歹我这个阿嬷住在遮就对咩？你先愈来愈大胆了。英子啊！啊？英子啊，甲我做一个公道咧。人我是甲阿霞咧参详，讲即间店是要安怎生意才好。啊幼稚啊啦，佫嫌我家婆啦。卡上，总部在咧法律工，你莫插嘴啦，若无是实在话。你家想看卖，遐较早吼，你拢嫌阿霞嫁妆嫁无半项，人即摆吼真是爱靠阮媳妇，才我都饲咱3代人。打即摆起，我都拢毋敢嫌伊啊咧。卡早，我搁甲你托头，你无听人讲迄灶骹有灶王公伫的啊，嘛着爱总铺师来顶着才顶会掉，对无？吼，啊你家着总铺师的工课，灶王公是无欢喜，伊若无欢喜，咱是咪实在问，对无？呸！两造兴旺，两造兴旺。啊，若要兴旺，咱来听总铺师话才对，吼。啊，无来几点，我才负责走道，安尼就好。有食，啊，你拄则是咧甲恁阿妈意啥物？无啦。你毋知以前甲恁阿妈意啥？你拄安尼讲话，有话到迄家卡啥？啊，听话头嘛，知话尾。啊，拄则是看卡上安尼哦，毋知讲伊搁咧顶着啦。卡啥也无歹伊。无歹是对啦。啊，至少咱嘛甲伙囝是，你无听人讲老人囡仔性，迄若有使性地高是正路呢，对吧？安尼讲起来，你嘛知影汤米湾的？